上新上拍拢伫遮，上经典的嘛伫遮，上拍音乐世家。迄阵啊，咧训练哦，训练到要上来，真是拢会想要吐，惊讲倒位唱唔对啊。但是我后来才知道，我爸爸是用心良苦，迄阵是希望我训练成唱艺术的那种声乐。 爸爸无伫的，伊就甲伊弹钢琴落个迄个咱较早干那迄个盘次的迄种段落，伊落去内底叫阮家己去 play， 家己起来啊，当做爸爸咧边啊。用什么批纸慢慢写，阮讲的话你才会知影，唔通听。每礼拜请准时收看《上拍台湾歌》。